艺人王彩华几首热线你和我，插在现场气氛，由何方仪歌家发展协会、康市议员沈振东下办的议长杯歌唱比赛，迈入第6届。一直以来鼓励侪侪爱唱歌的乡亲时代来报名参加，嘛透过唱歌来疏解情绪。跳舞活动身体。2025年已经迈向超高龄，所以很感谢侯方仪歌艺发展协会所有的团队、理监事及理事长在努力推动我们歌艺的发展之外呢，更关怀更多的长辈，呼吁长辈们可以更多的人群出来，可以一起来歌唱、来运动、来跳舞。这比赛呢，也在讲真的很优质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有准备我的黄金红包袋，还有现金摸彩，我们今年特别。歌家协会只会准备丰富的奖品礼金，登台唱歌的选手拢发挥实力，互比赛更有看头。身为台南的查某囝，家人王彩华也搁特别捐赠2万块给协会，希望大家每天拢会当欢喜唱歌，开心的唱，然后快快乐乐。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何方仪歌家发展协会对109年成立到今已经5年，当中嘛培养出侪侪专业的歌唱老师，平常时推广歌唱技术，嘛参与侪侪公益活动。未来将透过多元化活动兼课程，吸引更较侪人对着歌家喜爱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